根据我之前的经验，最多还有1炷香时间，谢轩叔叔就会追上来。我必须在这短短的1炷香之内布置好一切。昨天刚下过雨，土质松软，我先假装从这里经过，留下向东的脚印，之后再踩着自己的脚印倒退回来，跃上北面的那棵大树。然而，光是这样是不足以骗过狡猾的追踪者的。跃上大树会在树干上留下痕迹，这当然是故意留下的破绽。所以我向北使出一枪锋来，造出向北面的，向北面突围的假象。而我真正的目标依旧是东面，没错，就是今天早上经过的那条河，顺流而下，河水会掩盖掉一切踪迹。而在那条河的下游，就是交通要道行塘镇。只要到了那里，嘿嘿，那就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了。